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欠钱找主顾。主顾是讲店里定定来交管的客户，甲头家嘛较熟悉。若是客户一时仔手头无方便，做头家嘛袂讲伤过硬斗，写一个是无要紧的。安怎会欠钱的客户颠倒会走去？若准客户一时无拄好来欠钱，这个无要紧。上惊的是客户欠钱的行为变成一个惯势，金额嘛愈来愈悬，或者是还了搁欠，安尼一直循环，客户可能会因为歹势，颠倒毋敢搁去店里。这就是欠钱找主顾的意思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